公，聽講也來站來鄉下係嘛？係啊，來日站來協助高院嘅工作。準備真緊當認真哦。係啊，準備嘅認真啊，我超讓到咧。我想本期一對高院，本期好好經營。今晡日就是向老人請教，係唔係做得協助測量我屋下嘅土地呢？做得，你係土地監界嘅業務。請問做得做一擺丈量我嘅農地，其中一些地嘅土地面積嘛？排泄，請做得針對於提示線嘅外圍土地是位界界線測量，我哋冇法土提供使用面積嘅測量。好，我了解。你係土地所有權人嗎？係，我本人。你基本資料先提供本人，等個有注意事項本人參考。好，請問判土地監界嘅測量規費樣辦啥？土地監界係用公頃計算收費，每公頃係新台幣4000元元，係唔拿一公頃盡一公頃來算。那係超過一公頃呢？係超過一公頃，每增加半公頃就加收2000元，增加唔到半公頃，還係算半公頃。係講面積超過10公頃，就要照實際需要計算。提醒你記得按密改裝哦。我了解，謝謝你。